咱看即马这风台也未留内底新订的，就传出灾情啊。除了这工地应该互风甲扇歹去以外，有一栋大楼这徛窗嘛互风甲吹倒去。根据这气象资料，昨暗呢这新竹县市上大的阵风是有9级，也毋过因为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民众这落天搁爱出门嘛是真怨叹。 大楼玻璃因为风头规片倒落，工人赶紧摕棒仔来甲门口口扎起来。气象署已经发布风台的热伤、风台警报。新竹地区原地风得较透，加上风台若吹破玻璃，把停伫路边的乌多摆倒几排。平常风没有那么大，但是风也是一阵一阵的这样。会不会觉得蛮危险的？是啊。 来上学都要拉紧的啊！正常应该是要放台风假的，风太大。根据气象资料，新竹市拜暗上大的风速已经达到9级，不过因为风雨也未达到标准，是有宣布拜二正常上班上课。引起真侪民众到市场面册留言，讲风这么透，那也无放假。那因为今天的风力未达停班停课的标准，那我想我们这边还是进行相关防台的工作。那不管是我们应变中心的开立，还是我们相关的视察以及准备的工作，我们也呼吁所有市民朋友也要注意台风来的相关的一个防台工作的一个准备。我可以看到沿海部分，甚至比较进到内陆地区的话，大致上平均风力都是在6级左右的情况。那实际的情况来讲，如果说阵风的话，只是有到达所谓的9阶警戒。那如果说比较大的话，是在新竹市的应该是讲香山湿地，它的阵风有到达差不多10级。大家拄到风台，到底敢应该放假？目先做各县市长的难题，县市首长强调，天然灾害听上班上课办法内面拢有相关规定，也提醒民众这2天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